巴黎奥运结束，咱台湾优秀的选手今日拢登来台湾。F16V 战机陪飞行机做伙飞，机场嘛用水门礼甲迎接。中东局势紧张，伊朗也进攻以色列恐惊发生大战。美国已经派飞弹战舰，也有航空母舰去戒备。天后希准大进版88号顶个月去互中国压去，今日早起4个船员已经放回来，船长也来接受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题。巴黎奥运是已经结束啊，咱台湾优秀的选手，包含木星哥的金牌林旭定，今日都已经登来到台湾。总统热清德就支持空军派3架 F16V 战机陪飞行机做伙飞，机场嘛是用水门礼迎接这个奥运的英雄。林旭定就感谢大家，也有伊的教练甲支持，让世界看到台湾。另外，行政院就宣布讲，会恢复去年林旭定世锦赛去互取消去的铜牌奖励，法国公奖中也有奖金90万予伊。欢迎各位。飞行机就要到台湾国门边有3架 F16V 的战机伫空中盘飞，欢迎咱巴黎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这届奥运结束，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创队史第2好的成绩。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定等真侪国手做伙回来。飞行机一到天机坪，桃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机场内底有几摆卖将来接机，甲现场客甲吵。国手一直会手底以签名翕相，做啥物拢配合。林旭定一看到妈妈，两个人就染甲真红。伊感谢大家对这远的所在来，一路替国手来応援。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这个成绩，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谢谢林玉婷的坚持哈，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哦画下完美的句点，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对方叫做台湾查某囝，林旭定讲伊真公认会当得到这个称号，不过经过头嘛必须承担更较侪责任。林旭定未来除了做教育部反霸凌大赛，嘛是文化大学体育系的专任助理教授，传授宝贵的技术和经验。我们很希望透过玉婷和文化大学的合作，我们共同来为我们国家的拳击能够有更多的发挥。本来林旭定到台湾了后，要登记伊毕业的英国工商第一，但是因为目睭无爽快，加上佫真忝，时差未调转来，先登去厝休困。妈妈代替伊来感谢师兄的支持。林玉婷，英歌之女。他说，他很坚强，你不用担心我安排他可能就是最喜欢的早餐。我们以前永远都不敢想的事情，就是达成了，那也让其他的选手有一个目标。去年无胜局的世锦赛，林旭定和国际军种以性别生化指数无正常取消奖牌，所以来行政院会恢复迄当阵互取消的铜牌奖励，发予旭定国公奖奖含90万的奖金。8月16日，总统会接见咱的巴黎奥运选手，而且举行英雄 party， 所以来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互国人会当看到英雄的风采。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巴黎奥运是伫咧塞纳河办开幕典礼甲游水比赛，这事情甲规定当中是有真侪争议。加在这场盛事也是顺利结束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感谢接待团队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世界各国的选手甲游客嘛拢学了讲办了袂歹。2024巴黎奥运结束，上尾一批运动员也离开选手村。这届奥运总共有15000位运动员参加。巴黎旅游局统计，在赛会15天的期間，吸引1120萬遊客，其中15%是外國遊客。選手甲遊客對巴黎奧運評價攏真懸。I think just the whole community feel of it. The games were run really smoothly. I think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The village was amazing. So just kind of being a part of a wider community was amazing. I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show that France put up. It looked great, very safe. 2禮拜奧運，法國嘅維安措施是史上上懸規格，敢若是開幕式就動員75000位軍警。雖然發生鐵路被攻擊，也有人想要撞入去比賽場地以外，不過整體賽事依然攏順利進行。尤其是沿着塞納河辦開幕典禮甲游泳比賽，法國總統馬克龍伫咧接待奧運組織團隊時陣，學老人完成無可能嘅任務。Qu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était une folie.
que la sécurité n'était pas assurable, que la Seine ne serait jamais baignable, que les Français ne pourraient jamais être dans le top 5 des médailles. Il y a eu énormément d'experts qu'on a beaucoup entendus dura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our dire que tout ce que vous avez fait dura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était impossible. 公司新闻张义林编辑。平遥渔船大金湾88号，顶个月初2是去予中国海警押去泉州，到今是已经超过40天啊。今日早起，透过前立委林炳坤，也佮有平遥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等人斗协调，有4个船员是已经去放放回来。不过，这船长就要等调查清楚了后，才有机会回来。经过小三通到金门，居中协调的平遥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加前立委林炳坤、平遥县议会议长陈玉珍等人，陪大金湾88号船长查某囝经过中国厦门泉州围头港探视被扣押超过40天的姓洪的船长。不要用刑法、用相关的法律去处罚，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处分哦？这样子可能就比较简单化，让他可以早日可以再回来。在协调中国希望，何姓洪船长应早日转去，13早起得到释放的4个船员，陈湘泉等人也去船员招待所来探视。西顶船员甲3印尼籍渔工透过小船转接到海峡中线，由大金湾96号接回平遥。只有一个是我们在籍的澎湖人，他当然高兴，他说，总算可以回来了。都无容易平安会当平安倒转来，安尼就好啊，代志都圆满啊。平遥籍渔船大金湾88号顶个月初2伫金门北顶岛附近海峡作业，后中国海警用涉嫌非法掠鱼扣押渔船，船长甲船员等5人。最近金门快艇和西河钓客连续结束了后，大金湾88号后续处理也成做关注焦点。陆委会表示，陆基西顶的船员甲3个渔工平安返来，希望船长甲渔船因早日被放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外界认为真有机会做日本后一任首相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带议员来访问台湾3天，今日甲赖总统见面。双方嘛将对台日合作、区域情势来交换意见。同一个时间，美国民主党的女性众议员团嘛登来访问台湾。被认为是日本后一任首相联盟连选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带领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苏国日本安全保障议员指挥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13早起会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表示，台湾甲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希望会当做伙面对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的和平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台湾的安全，也有决心。跟民主阵营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非常希望跟日本等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護伞，守護民主自由的價值。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ります。表达希望台湾日本合作，加强合作的力量，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其实，唔那是石破茂一个访问团的成员，拢捌伫咧日本政府部门担任防卫大臣、加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对国防安全甲印太情势拢正了解。另外，美国的民主党女性众议员访问团也来台湾访问。当前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非常期待能够跟美国加强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期盼美国国会能够早日完成相关立法，解决台美双重课税问题，一起来强化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T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because of potential aggression from the cross straits.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steadfast and resolute i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美国众议员史翠克兰表示。访问团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将会继续关心中国的侵略行为，希望会当进一步推展台美紧密的伙伴关系，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加繁荣。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好好运用各项资源，国防部是要赶紧换掉无效的战备，预计这5年内就会当省32亿。不过，这规划要换掉战备当中，嘛包含弹药车，就是这战争时期前线火力补给上界重要的。不过，军方迄边煞是无说明讲要用什么物件来代替。火炮机发场面是真震撼，日军顶礼拜才伫北部、中部实弹演训验证战力。13国防部讲，要加速无效主辅战装备态度规划，先维持费用和后勤作业的成本。M41战车和 CM242大药车这装备会伫5年内态度，先维持费大约32亿外。续依国军的兵力整建逐年滚动检讨。汰除计划，避免老旧且无效装备流失。不过，第一金门列伊做第一线战备任务的 M41战车和 CM242大药车 F5战机，拢会伫5年内态度。其中 F5态度了后，有永鹰高教机来接，但是 M41战车和 CM242大药车后边用什么代替？国防部刚才讲有相关规划。面对敌情威胁的状况之下，怎么样去从不管是不对称的建军，或者是我们传统兵力的一个需求，来去维持一个适当的比例。那么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整体的国家安全。专家认为讲，用轻型的战术战车来搭载反甲武力，会当代替 M41战车伫态度了后，伫列伊的战力欠口。不过 CM242大药车的任务，关系到前线火力补给，军方应该强化相关卡车的研发。因为目前所谓的中型战术轮车它的其实的越性能说的不是很好。那你如果说要用中型战术轮车搭载这个弹药去运补前线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我们二线部队一些伤亡。国军适当运用有限的国防资源来强化战力，但中国军队却持续一直扰台。国防部监测到13早起6.45到11.40为止，中国歼16空警58等各型主辅战机和无人机，当作22架次出海来活动，其中16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咱的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配合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是严密掌握和应处。日本防卫省是监控到中国军队山东号的航舰，12在中国岛南方420公里的太平洋海峡航行，国进行舰载机的起降演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伊朗若是走去进攻以色列，安尼规个中东都有可能会拍起来。是讲美国就赶紧派飞弹、舰舰甲航空母舰去戒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下令林肯号航空母舰舰岛群加速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国防部佫罕见的公布，早157粒舰副巡弋飞弹的核动力潜水舰乔治亚号嘛部署伫中东，想要吓惊伊朗甲真主党的势面真明显。美国国防部声明宣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卫盟友以色列。中东紧张的局势快速升悬，是因为顶个月真主党指挥官苏库尔甲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分别伫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甲伊朗首都德黑兰，互人暗杀死亡。伊朗甲真主党拢讲是以色列放条讲的报复，情报显示上近一礼拜就会行动。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s soon as this week by Iran and its proxies. That is a U.S. assessment as well as an Israeli assessment. Our assessment matches the Israeli assessment. 各界是烦恼还未平静的加沙冲突，可能会演变成规模更加大的中东战争。拜登总统甲欧洲系的盟邦领袖会谈，12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英国首相斯凯尔甲德国的总理肖兹嘛罕见的甲伊朗总统通话沟通。President Biden spoke today with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ngoing efforts to de-escalate tensions and reach a ceasefire and hostage deal in Gaza. 美欧5国嘛呼吁赶紧搁开加沙停火谈判达成协议，袂使搁浪费时间。以色列嘛已经接受美国、卡达甲埃及的邀请，要参加15个加沙和平会谈。不过哈马斯表示已经同意拜登5月底提出的停火计划，希望爱赶紧执行，唔是进行更加侪轮的谈判，还是新的提案。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美国的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 Trump 甲马斯克开直播，不过 Trump 是讲出真侪有争议的言论。也若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何金呢，是去互批评立场含含糊糊，媒体就要求伊接受正式的专访。
X 社群平台执行长马斯克12日因家己的平台，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讲话。虽然讲一开场就拄到技术的问题，互时间延误要40分，互使用者拢在嗨。不过双方后壁2点外钟的对话是保持真好的气氛。川普更加预防暗杀的过程是讲甲落长。And they were saying, "Sir, you were hitting more than the ear." I said, "Nope, I was hitting the ear. I want to get up. Let me get up." 不过，规场对话，川普对当选了后的执政计划是拢无讲什么新的内容，除了中心要减少政府的监管，佮一直用真无公正的言辞强调讲，伊当选了后就要大规模来驱掉非法的移民。I believe it's over 20 million people came into our country, many coming from jails, from prison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or a bigger version of that is insane asylums. And many are terrorists. 马斯克过去捌公开来反对川普，透过这摆的讲话，伊表示讲，川普强硬的态度对国家安全是真重要。国体山顶放送演前来回实例，讲 X 是受到大规模网络的攻击。外国媒体评论指出，讲这摆的讲话是为了要让前总统川普直接来接触几百万潜在的选民。川普过去捌因为传假消息，和 X 平台的更新 Twitter 来封锁笑话，一直到马斯克收购平台了后才解禁。X 在马斯克的领导之下，假消息乌白传是真严重。和川普正积极在接触媒体和社群平台，临时接得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到日选前3礼拜以来，都唔捌接受媒体的专访，连官网拢无看到详细的证件，包括纽时、华邮这老牌媒体拢讲，民主党阵营即马伫非法移民和医保问题的政策立场和论述拢无清楚，贺锦丽需要甲民众解释清楚。之前贺锦丽结束密西根州的造势时阵，捌讲，上紧爱等1个月后半个月，民主党全大会结束了后，才会来安排访问。公司新闻两眼编译。印度一个40女医生顶一日伫咧病院的会议厅，那是去互吹死了后，佮性侵。嫌犯是一个警察局的职工，人已经抓到。这件事件是引起医护人员愤慨罢工。发生性侵杀害案件，在各大病院外口，真侪群众啊，医护人员行伫街路示威。同款的抗议口号也伫新德里北方邦首府勒克劳顶多次响起，这各大一间医学院的附设病院，是到透早发生顶家社会性侵杀人案。这是女医生可能发现惨死伫病院会议室，身躯真侪详细目睭、喙甲四壁的所在流血。验尸报告指出，伊的家族软骨断去，疑似遭到电死了后性侵。警方透过监视器发现一个警察局职工嫌疑重大，佮伫下仔发现患者已经将抓起来。这引爆印度医护人员怒火，因发起罢工行动，要求严厉惩罚歹徒，佮保障工作安全。We want justice for humanity. ये एक औरत के साथ हुआ है, एक डॉक्टर के साथ हुआ है. इसमें पॉलिटिक्स कुछ हो ही नहीं सकता है. So ये विदाउट बायस होना चाहिए इन्वेस्टिगेशन. एंड अगर CBI इन्वेस्टिगेशन हो सकता है, we will prefer that. जब तक हमें कोई सेंट्रल गवर्नमेंट से लिखित में आश्वासन नहीं मिलता है, या तो प्रेस रिलीज खुद करके बताएं कि हम इस चीज़ को ऐसे ठोस कदम उठा रहे हैं और वहाँ की सरकार से हमारी बात हो गई है और ये कार्रवाई हमारी इतने दिन में पूरी हो जाएगी. जब तक इस तरह से या तो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रें या तो लिखित में दें. जब तक ऐसा नहीं आता तब तक स्ट्राइक कंटिन्यू रहेगा. 受害者所读医学院院长已经引咎辞职，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也要求警方伫这礼拜一进行选举破案，安若无案件，会移交予印度中央调查局来侦办。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美国加州当地拜一下晡发生规模4.4的地震，因为这深度敢若12公里，所以讲感受是真明显，海较足大力。对洛杉矶到圣地亚哥拢感受会到。咱来看当时的状况。洛杉矶向地区冰心，加加这地处运动的荷兰人叽叽叫。加州当地时间11下晡发生规模4.4地震，震央伫洛杉矶市政厅东北边差不多10公里的高地公园附近，震源深度差不多12.1公里。这地震为大洛杉矶地区到南边的圣地亚哥，加东边的棕榈泉沙漠地区拢有感觉。毋那停车场内底车明显海个真厉害，汽车经营大响，也个人厝内碗盘也真甲起家响。拄啊开学学生赶紧走去运动场避难，有民众表示。
示，地动延续时间虽然短，不过体感强度好亲像甲规模来共款。你进行体育赛事访问的电视主播也感受内底又个真厉害。As we have a bit of an earthquake here in Los Angeles, so we're just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our studio lights, everything stays safe, everything's shaking. You good, Mylan? Everybody good?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aring with us through that. 这种地动也互将近8年历史的巴塞蒂纳市政厅大楼水管破去，流出水一直为市政厅顶悬楼层向下卡流，地面淡糊糊。迄时阵200个职员紧急撤离，暗过一个人受困电梯了后顺利救出来。无到1礼拜之前，加州南部北发生规模5.2地动，迄阵同款互洛杉矶真侪人真惊吓。好佳在拢无造成人员受伤，或者是重大灾情。公司新闻站回宾朋友。全球的温度继续升高，英国涨35度是今年上界热的一天，而且这法国甲比利时嘛拢咧升高温。根据这国际上新的资料，2023年因为高温造成欧洲受要挖5万人死亡，未来这极端天气恐惊更较严重。英国12是今年上热的一日，测量上高温伫英格兰东部的剑桥气温达到34度8。当地泰国阵游览空气游客也大花接未消。Hot, very warm. Trying to stay hydrated, but we just have one day,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s because get everything in. That's right. Yeah. 英国气象单位指出，这是英国为1967年超过60年来，刚来感受到的第11个这么高温的天气。不过当中有8摆拢发生在2006年了后，也显示气候暖化继续更加严重。英国卫生安全局针对这波高温发布黄灯健康警示，提醒年岁较大甲身体条件较歹民众要特别注意。伦敦的通勤族12在高温当中上下班，公园内底也米真济来遮凉的民众。 It's not been good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ough, is it? Last summer, so I mean, when it gets hot, it's too hot. If it ain't raining, so yeah, when it's out, you got to enjoy it, ain't you? 12个高温也到比利时，高温超过35度。拄啊闭幕的奥运主办都市法国巴黎，12个高温要36到38度，互真侪观光客拢挡袂牢。 It's so hot anywhere, and I'm coming from New York, so I'm used to the heat, but it's still not like that. It's really humid here. 根据巴塞隆纳健康研究院杂发布的报告，过去10年当中，欧洲伫2021年有超过6万人伫高温当中死亡，2023年有47690人死亡。这项研究涉及欧洲30个国家的高温甲死亡率，发表伫自然医学杂志顶悬。研究也发现，若欧洲各国伫21世纪无法度采取行动，适应更较热的热天，甲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会增加80%。气候变迁会致使热浪这极端天气事件变更较侪，继续时间更较长，强度更较大。公司新闻景环庆报道。探测器洞察号伫咧火星出任务，2022年底结束。科学家分析伊传回来的资料，发现这火星11到20公里深的土骹底是有大量的地下水，咱做伙来看。 2018年5月升空，而且伫半年后登陆火星的洞察号探测器，伫2022年12月上尾一摆和地球通信了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宣告伊的任务结束。伊当中的任务内容之一是透过地动测量的装置来了解火星内部的结构。4年的任务期间，洞察号侦测的火星地动是超过1300摆，而且是传回大量的资料，予科学家来进行分析。 因进前发表的上新的结果显示，讲火星除了地表捌有海、湖、含河，而且即马伫地壳的下骹，阁有大量的液态水存在。Mars once looked like Earth 3 billion years ago, and now it doesn't. It's dry and it's desolate. And so a big question is, where's the water? Where did it go? And so finding it there in the volumes that we found it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exciting.
共款嘛，互科学家认为讲内面可能嘛有大量的水的，佮包括目前的几粒卫星。欧洲太空总署ESA伫2023年4月，甲目前并卫星的探测器发射升空，目的就是要研究木卫3、木卫2和木卫4这几粒冰冻的卫星表面之下，敢有亲像海共款大量的液态水存在。不过因为距离真远，探测器的燃料是无够直接飞去木星，这会当照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地心引力，到甲探测器秀去木星的迄个方向。One day we fly by at the moon, and the next day we fly by at Earth, in order to get to Venus. So we need the moon and the Earth to decelerate, to reduce the energy of the orbit, such as to be able to get to Venus, where next year in 2025 we will gain the gravitational energy of Venus to propulse us toward further away towards the outer solar system. 这个英语缩写是90高阶的探测器，会用雷达波对木卫3只卫星做短暂扫描。当然，除了探测敢有大量的液态水，科学家另外嘛想要了解讲，这冰冻卫星是安怎来变做即卖的模样。公司新闻谢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再会。